錄呢個歡欣一步一步。咁詞庫啦，咁我哋就係歡欣，第一拍兩下就向左邊。咁當我哋向左邊嘅人嘅時候咧，我哋嘅人都轉向少少嘅左邊，45咁上下啦。咁然之後，隻右腳就踏前，歡欣。然之後嚟翻中間，心裏感謝神。好，咁歌唱歸於聖父，就去右邊啦，轉過嚟，咁就今次就係隻左腳踏向右邊，歌唱，然之後兜落嚟呢度，歸於聖父，呈獻咁樣，係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。讚頌咧，我哋就係讚頌你賜下行前一步，慈愛獨生，打開隻手，做一個十字架的愛子，跟住就 repeat 翻歡欣，心裏就感謝神啦。咁錄埋 chorus 就係今天。今天第一個咧就係、今天，跟住係心中剛強無懼怕。我哋就喺前邊咁樣打交叉3個嘅，但係同時我哋要跳躍。心中剛強無懼怕，咁樣。然之後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我哋隻手已經喺呢一度啦。我哋個靈鼓，右手持嗰個靈鼓去我哋左邊條腰，然之後我哋轉369一個圈。主的豐盛滿一生，係。然之後，皆因主手能讓我顯濕恩，我哋就係能為我顯濕恩。咁我哋就係右手持鼓喺個頭頂打個圈，皆因主手能為我顯濕恩。讚美咁樣 shake 落嚟嘅，好，咁跳一次完整版啦。歡欣，心裏感謝神，歌唱歸於聖父，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。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。